腾哥啊，腾哥，好，开始。腾哥，你跟我萧敬腾哦，腾哥，快点萧敬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腾哥？麦啊，老师啊，腾嘎，哦，袂歹哦。要么加一加，刚才那个对，咱个小时候你食迄个对，那个麦芽糖迄个，哦，嘎，袂歹哦，袂歹哦，你知影骷髅嘎迄种一袋无？我知，因为焦糖迄种一袋，多好。对啊，差不多，赞哦赞哦，我哋有啦，嘛是有道理啊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是足可怜的表情，老师嘛唔知要安怎咧。我给他能记好，有人安尼讲啊。安尼老师拍摄3.5分。那这两个比是汤咖会较接近，因为汤哥无一定是迄个色，对汤咖有可能就是迄个色。啊，不过即摆问题就是讲啊，这是新的词啦，新的词就是讲可能还未形成一个足固定的讲法，所以有几若种无共的讲法。哦，啊，几若种无共的讲法，有人讲汤乌，因为伊就是看起来变敢若乌的。